大家平安出头天，我是讲推。阿明去园里挽一篮苹果，转来路呢拄着阿春，伊甲苹果分一半互阿春，佮送阿春半粒，佮行拄着阿财，共款分一半互阿财，佮送阿财半粒，佮来拄着阿莹，嘛是分一半互阿莹，佮送阿莹半粒。总是阿明也无炸刀啊，半粒是要安怎切？阿明讲，都免切咧，分甲好势好势。要问阿明所挽的苹果，至少的额就爱几粒？若要家己算，就甲影片动咧，算了才转来看。无，咱过3秒钟就来解答。这问题就颠倒摆来看较快算。分互人3摆了后，阿明所剩的苹果至少是几粒？就是拢无剩，分了了，就无通搁较少。因为是用分的，一起欠挽愈侪粒，结局所剩也就愈侪。这拢无剩的多合，的确就是所挽至少的多合。要迄拢无剩，就是送阿莹半粒进前，阿明拄有半粒，一个送就会无剩。这半粒是分阿莹一半所剩，可见阿莹所得也是半粒，就是分阿莹一半进前，阿明有一粒。这一粒要分阿莹一半，佮送伊半粒，就是几粒互阿莹，有影都免切。同款的理路，送阿财半粒了，所剩是一粒，所摆送进前是一粒半，分进前是3粒。这3粒分一半互阿财，佮送伊半粒，就是3粒摕2粒互阿财，嘛是免切。讲一个手路算倒转，所挽就是7粒，阿春所得是4粒。事实，若落尾手所剩的苹果有N遐侪粒，安尼一起欠所挽的苹果就要有8N加7遐尼侪粒。今仔日讲到这，感谢收看。若有意见请留话，咱后回线顶再相会。